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14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今卡才离开台湾，中国昨昏就宣布要伫咱台湾海峡的南北两边举行联合作战演练。这是1995年到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中国罕见直接宣布要对台军演。昨昏中国军机冒入侵咱的西南边空域，空军利用广播甲因赶走。国防部是强调讲，咱国军有能力、有决心，会当捍卫咱的国家。根据浙江海事局发布公告，军演地点是台州白沙岛附近海域，会伫14到15做实弹演练。所谓的舟山军演，它是一个年度的例行性的军演，它的位阶比较接近是操作面的，不是一个演习。军演的规模是相对有限，可是又把它变成说是一个大外宣的一个说法。学者分析，演练项目可能是战斗机转场、陆军部队转运这的任务。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才结束访问台湾行程。该空军负责对台作战任务的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就宣布，最近要伫台湾海峡南北两边进行多军种联合作战演练。佢点名个别大国介入涉台问题，以坚决回击一切制造台独分裂国家的倡导行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领空，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军机13号侵入台湾西南空域，空军用广播驱离。不过第一摆广播时，所罕见使用领空字句，引起外界关注。中国军机是不是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到我们的领空跟空域基本上所代表的意涵是类同的国军强调对台海周边情势拢加压，面对强军进犯威胁，行政于110年国防预算3668亿，比今年增加156亿，成长4.44%。是今年的新权，虽然有学者认为无够，应该编列到4500亿，不过中国外交部回呛是浪费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花在国防上。不管他花多少的钱，你也知道台湾是个弹丸之地，他对抗大陆就如同蚍蜉撼树。国防部表示，新式战机采购特别预算290亿，基金预算576亿，整体预算4534亿，占 GDP 比例2.36%。预算重点用在强化组建装备套件，加速发展部队情战力，加增加国防自主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7月30日是过身，享基寿98岁。今仔日伊要举行告别式，火化伊领的车队透早6点半时已经对台北营总出发，要去济南教会举办追思礼拜。10点的时会举行，遗体会随总统府了后去火化。李前总统伊领车队慢慢行，透早6点半为台北前总移灵到立法院边的济南教会。7月30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今日举行告别式，按算10点伫济南教会举行追思礼拜了后，会沿凯道、中庆南路、贵阳街、博爱路，随总统府一连做最后巡礼。去第二殡仪馆火化了后，家属各将骨灰载回翠山总安置等待下葬。那为了尊重家属，所以相关的细节我们不便公开跟透露，那也不会发布相关的新闻。那但是相关的安排，包括了交通安全等部署跟安排各单位都会尽全力的来协助家属。下选济南教会举行安息追思礼拜原因，主要是因为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总统府工作小组尊重李登辉生前宗教信仰，甲家属意愿。伊上疼的查某孙李坤仪也是一者完成终身大事。李登辉当时受访时是后甜。另外，李登辉后生李宪文过身的时阵，也伫济南教会举行追思礼拜，所以甲济南教会缘缘真深。根据了解，因为五指山国军公墓的墓位也无整修完成，所以下葬的时间也未讨论。总统府表示会赶紧开会，甲家属充分讨论了后，才会公布后续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立委洪志康集体，那亲像集体受误杀这个案。
无党籍的立委赵正宇涉嫌收乌西钱，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不过伊提起控告，高院13时驳回控告，赵正宇方收押确定。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收乌西案，意外查出无党籍的赵正宇涉嫌收殡葬业者2000万，要求官员去改变阳明山的地步。检调搜索了后，伫伊的徛家是超出920万。赵正宇自本方裁定100万交保，也毋过伊。检方不服提起控告，赵正宇方收押了后嘛不服嘛提起控告，也毋过13时高院是裁定讲驳回控告，赵正宇即马确定爱方收押。来关心行政院昨昏通过甲成年的年岁对20岁降到18岁。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拢是18岁就算是大人，算成年啊。草案会伫立法院审议，后一步就要来修改宪法，互18岁买当投票。嘉奖湾某地凯拄啊满16岁少年选过当大人，这是台南市传统的成年礼。伫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成年人是20岁，不过伫行政议会13号早起已经通过条件，包括民法等相关修法草案，未来满18岁可以当算是成年人。世界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有110个国家，他们所采用的成年年龄都是18岁了，这是一个国际上的潮流。跟其他的，比如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就是定为18岁的完全责任年龄有落差，在这种情形底下，有一点权责不相当的情形，所以也利用这次的修法，都统一为18岁，行政议会通过38项调降成年年岁相关修法草案，其中成年人的年岁降到18岁，为着主张性别平等，男女会当结婚的年岁嘛修正是18岁，订婚的年岁是17岁。意思就是未来伫生活只要满18岁，可以当家己买手机啊、租厝、买当办信用卡，可以当做公司的发起人，甚至提出诉讼等等。自主权提悬啊，对想要大汉的少年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是大人来讲，敢若无啥会当接受。我是赞成的，有自己的负担能力，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应该还蛮好的，提早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我觉得不合理。怎么说？因为太小啊，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呀，还要结婚。草案经过议会通过了后，会送入立法院审议，但因为民法成年的年岁调降，牵涉到民众的权益，而且相关的法令数量真多，至少需要2档的时间来讨论，因此暂定实施的日期是2023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议会表示，18岁公民权修宪当伫讨论中，政府先搬到法律面，为民众法律适用先做好准备。记者郭灿、吴德新台北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证实讲，台美当地参详军事案要买武器，包括环防飞弹甲智慧水雷。另外，国防部嘛证实讲，暗算要甲美国买汽车飞弹，若是顺利，2023年咱台湾就有这个武器啊。来看《苹果日报》，本林的检警昨昏抓到咱国内头一站假3倍罐，抓到5个嫌犯，若假3倍罐价值250多万才济，嘛有超出15万张纸，全部若是拢印出来不得了，安尼假3倍罐就有3亿7千万。这假3倍罐敢已经流入市面上啊，即马当地调查。来关心《自由时报》。检调嘛是侦办一个官务国有林地偷错茶集团抓到山鸟刺9个人，嘛发现姓何的主嫌毋但偷错茶，即马阁做甲一定依掠台湾乌熊甲拆食落北。检方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送法办，上当会当判5年有期徒刑，罚100万的罚金。陆军八军团传出强谍案，有一个中校涉嫌伫顶个月汉光演习的期间，用手机偷翕内容，想要卖给中国，加载互国防部抓到掌到，机密并无外泄。国军搁在传出军情泄露的案件，有媒体报道，陆军八军团有一位姓尤的中校情报官，涉嫌伫今年7月汉光演习期间，用无插 SIM 卡的地球型手机翕演习作战计划等资料。国家手机寄去金门想要卖，好加在军检单位即时该查来。即马这位姓尤的中校被关入咧金门监狱，检方也正伫咧调查这件案件是毋是有甲中共联络。这是国防部与国安单位共同调查，由检调依法指挥侦办的案件，
由于及时的侦破，成功的阻止机密资料没有外泄。这个是例行性演习，没有什么机密，但是我们不要小看光是阵地配置每个单位的部署跟调动的时间，其实这些都是机密。一位40几岁姓尤的军官，今年6月才调到8军团，进前伫咧陆军华防部做10年，捌做到营长。军方甲检调也到华防部调查警组是不是外漏。建议国防部应该把我们新修订的，不管是国安法、刑法跟我们的陆海空军刑法，要好好再做一次的教育。最重的会有7年以上到无期徒刑。刘伟讲，去年国安5法修法了，强调案的法制加重，希望一旦协助有心人士。国防部也强调，中共的渗透手法愈来愈创新，找空找胖，会继续借由联防机制加措施积极反制。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嘛有进前做过国会助理的人，互中国吸收去。内线头外几涉嫌偷摕咱国安证据，要卖互中国。北检23分起诉3个人。前国会助理单位连理函，13被疑心特别电法院，因甲监管是前国会助理的林永德涉嫌强盗案，伫咧国会政党媒体记者之间吸收成员，想要发展组织。收集政党的内部资料、个人出入境记录，也有健保的资讯，被北检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性被告等3人涉嫌违反修正前之国家安全法有关为大陆地区公务机构发展组织之计未遂罪嫌等，经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北检调查强盗案，查出因自2012年开始利用职务。协助化名叫做吴冠良的中国情报人员收集咱国的证据。2016年，透过迄当阵担任国政会4单的助理研究员，收集国共论坛的开会资料。同一年，在周刊网的记者想要摕到警政署内部法轮功等反共团体的资料，严格互对方拒绝。2017年，就有资讯处理的专业人员想要偷摕总统蔡英文的健保资料，也互拒绝。2018年，在民进党总调关建明的随后，想要摕到民进党内总统选举的相关证据，也互人拒绝。国安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司法单位勿忘勿重一定要严正办案。那国会甲民间团体，因也被指控想要渗透总统府甲外交部等政府部门，接受包括总统府的姓吴的科员，也有迄当阵担任咱国驻莫斯科代表处的姓赖的外交人员。严过检方伫咧调查了，认为2个人犯罪嫌疑不足，无起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东风，而且伫咱台湾的附近，即马嘛有一个较弱的低气压。咱来看分图，虽讲即个低气压无啥有可能会变风台，毋过伫遮方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甲澎湖嘛是会受影响，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伫西半部是过头了后有西北雨，而且落雨的范围会较宽，落雨时间嘛会较长，有可能会落到暗时，爱细致上大雨。伫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是32度到35度。气象局有针对大台北的本地发布高温特报，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以上。伫无落雨时会感觉真受热。天气若热，浸水上凉，大家就爱家己走去海边耍。惊晒日，真侪人会抹东抹西，抹伫皮肤顶头，避免皮肤晒着伤。抑毋过落水落去耍水，这物件就会走入去大海内底，造成生态危机。所以即马有唱水业者呼吁民众，若要耍水，就毋通抹粉，毋通抹一寡遮有诶无诶惊晒日诶产品。热天有真侪游客会去屏东、垦丁或者是小琉球观光。唱水味落去海底，看真水的珊瑚礁。最近有唱水味的业者主动伫咧人面册公告讲，无环境抹防晒乳，或者是有伪装的游客落水佚佗。7月20号之后，珊瑚就开始大量的白化。是。那我们想说，我们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那最简单能够从事的，当然就是我们希望游客不要擦防晒下水。因为防晒会对于珊瑚的生长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去海边啊，无抹防晒，较会晒乌去，甚至皮肤会受伤。不过，真侪游客知影部分防晒乳的成分可能危害海洋生态了后，拢愿意配合。为什么？就是怕影响到环境。如果可以不要化妆就不要化妆，尽量就是
最好不戴帽子啊，或者是穿长袖之类的。海参馆研究员表示，最近山乌大规模白化，主要是因为气候变迁，海水的温度升悬。不过防晒乳或者是保养品等等的成分，若伤济走入去海里，确实可能会造成环境的危害。你下到水里面溶到海水，那如果当地的那个水流交换不是很好它会累积很多，那这个也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要抹防晒也是袂抹，这是个人的选择。嘛会当穿长啊，或者是戴帽啊来炸日头。业者甲学者嘛呼吁讲，若是民众会当用更加友善的方式来对待海洋的生态，嘛会当互人类甲地球好好共同生活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2000万例，死亡的人数有7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目前是17481例，中国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有4000多例，日本超过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40万例。巴西超过316万例，印度超过239万例，也有最近变较严重的南非，疫情即马确定病例有57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7万例，若伫英国是超过31万例。香港昨昏宣布讲，佮新增加69个确定病例，要到一半案例拢找无感染源。也毋过，香港机场即马是宣布讲，对15开始要开放中国出发的旅客，会使去香港转机，这是引起香港人的疑虑。另外，中国嘛发现进口的冷冻食品互验出病毒，也有识得的业者即马伫网络顶头卖假的预防剂。香港最近武汉肺炎确诊的人数，逐天拢维持伫2位数，疫情也未稳定。12才降到33例，12佫增加1倍到62例，13佫宣布新增加69例，其中有一半的病例感染源不明。确诊的患者内底，包括几个外籍移工、警察甲护士，也佫有香港电台一个摒扫的员工，累计死亡人數達到65個人。即係可能80幾啊，或者90幾嘅，即係退休人士啦。咁有啲係家庭主婦啦，有啲都唔係好出街嘅，有啲就係可能喺樓下行下。疫情也未完全受到控制，不過香港機場管理局所宣布講，15開始為中國機場出發的旅客開放經過香港國際機場轉機或者是過境，所無說明講要安怎處理旅客佇登機進前14天內捌去過中國疫情較嚴重的所在的問題，互香港民眾甲專家是真煩惱。因為中國的疫情，新疆烏魯木齊市政府宣布確診的人數降到10個以下，不過事實上，中國衛健委13公告有19例確診，其中8例本土病例攏佇烏魯木齊。全市现有确诊病例532例，无症状感染者130例。昨天新增确诊病例自7月22日以来首次回落到个位数。中国最近伫进口的冷冻食品外包装顶悬验出武汉肺炎病毒核酸阳性的反应。安徽武漢為厄瓜多進口冷凍的蝦仔了後，13佫標出伫香港邊仔的廣東深圳，嘛伫巴西進口的冷凍雞翅頂懸驗出病毒。因為都要當呢啲嘢都可能係污糟㗎啦，咁所以就凍蝦啊、凍肉啊或者其他，總之唔係即刻可以未煮熟嘅嘢、生嘅嘢，咁佢就好似其他嘅物品咁，你掂咗之後咧就唔好掂眼耳口鼻。中國佫出現無良心的業者，佇咧網絡賣武漢肺炎假疫苗，毋但包裝頂懸是寫有名藥廠生產的，抑佫用仿的條碼，包裝賣出是真的共款，而且一劑愛新台票2100。官方呼籲民眾愛細字，嘛愛積極鬥舉報。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美國伫11月份要舉行總統大選，根據一份民調，Trump 目前支持度是42%，抑佫輸伊的對手拜登有49%。即馬 Trump 是日頭透過外交來救選情，伊宣布講，因為美國鬥3項協調，所以以色列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已經達成歷史性的協議。同一天，伊嘛有接受媒體訪問，伊是罵中國惡質害香港走向地獄。港版國安法和美中關係陷入風暴。川普13接受福斯電視新聞網專訪時，無客氣指出，在中國受安控制之下，香港全球金融地位必須無期，而且永遠無可能成功。美國國務院也喺同時間宣布，認定孔子學院是外交大使團，代表孔子學院愛接受大使館甲領事館的同款的行政管理，也愛交增援、租處甲幫散者資料。川普也喺推特宣布，中東和平有重大
进展。以色列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达成历史性协议，被中国国务认为川普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It wouldn't surprise me if the president's eventually nominated for a Nobel Prize for today's work is an example of why he would be rightly considered and should be a front runner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伫美国协调下，伊向是世事的以色列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行3方电话会议，佮发表共同声明，两国同意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这也是自约旦甲埃及了后，第3个甲以色列有正常的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been in discussions now for over a year and a half. The suspension will last. It's going to take a while for these agreements to get fully enforced and to go. And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电视演讲指出，以色列甲阿拉伯世界会走向新时代。暗过纳坦雅胡讲到，自同意然后兼并西方计划，绝对不是放弃主张领土的权利，这为这项协议增加变数。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认为被反对甲倡导，也对协议表达强烈不满，佮要求阿拉伯联盟开紧急会议。记者综合报道。 那川普的对手，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宣布，伊的副手就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何金利。两个人嘛头一摆公开造势。何金利是批评川无在调，治国有问题，强调伊会甲拜登重建国家。民主党这个正副总统候选人拜登甲贺锦丽两个人第一遍合体竞选，伫一间高中体育馆举行闭门活动。 只有少数媒体甲工作人员伫咧现场。贺锦丽批评川普无责任、防疫失败，互民众失去性命，经济失业率冲悬，种族的分裂对立也冲到上悬点。America is crying out for leadership. Yet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cares more about himself than the people who elected him. There's a reason it has hit America worse than any other advanced nation. It's because of Trump's failure to take it seriously from the start. 贺锦丽55岁，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爸母分别是牙买加裔甲印度裔。伫后礼拜民主党党代表大会会正式成为美国史上第3位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也是其中第一个优秀人奖。拜登行俄罗伊的奋斗过程。 Little black and brown girls who so often feel overlooked and undervalued in their communities. But today, just maybe, they're seeing themselv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new way as the stuff of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拜登已经77岁，若是当选会是美国史上上老的总统。已经少年移民学法律地女性做搭配，强调两个人会让随接手重建国家。 外界认为伊有正可能做一届就互副手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香港政府大动作了，苹果日报的创办人李志英甲前香港众志的成员周庭引起国际谴责。法国有研究汉学的学者讲，中国做出这个代志，表示中国讲的话无法度信、无信用、空嘴无知。嘛强调，若台湾不幸倒去，安尼全世界这是全世界民主的一大挫败。来看讲，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的美国商会做调查，显示有将近4成的美商考虑讲要离开香港。另外，嘛有75%的美商对香港的未来商业发展是悲观的。来看日本的外务大臣昨昏伫新加坡，甲新加坡的外交部长会谈，双方已经同意讲要互相放入入境管制措施。按算伫9月份后个月开始，两国会重新启动两边生理人来往。镜头佮等下咱国内咧关心高雄市长补选，明仔载要登票，3个候选人拢讲要替高雄拼经济。当地规划的桥仔头科学园区嘛，正做选战的话题。也毋过，这个园区内底这块地有咱全台湾头一个公办的有机农场，农民已经种10冬啊。政府却向讲要甲地收回去，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环保甲经济敢有法度双赢？咱来看高雄市长选战的专题报道。
个是我接好的肉桂，这个已经好几年了。那边是种，开始来的第2年种，已经都将近10年了。詹老师甲阮介绍伊的农场，这有台湾罕见的枸杞，亲像芭乐这呢大的柠檬，济特别的食物，拢是伊拍拼10冬的成果。想袂到这的地可能会变成科学园区。台湾的第一个正式以公办的迄个有机园区嘛，阮当初来时是满腹的希望。有机园区真无简单，你拄迄个开始咧出价呢，你就惊着。要啥物科学园区要入来，当然我是真惊遐啦。这个中家有机农场是10冬前30位农友受到农委会鼓励，政府协调，甲台糖租地做伙入来拍拼成果，环境真水。即马可能爱收回土地，农民真有助。进前嘛捌去中央订情，希望农地甲园区共存。友善的农业会当透过中家这个事件，互规台湾的人吼，拢会注意到讲，会去想哦，去思考讲，有机友善，这对台湾的重要性，咱工业开发敢有迄个需要。原来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计划有262公顷，园区上边啊，拄啊好是31公顷的有机农场。听到要发展的消息，地方多数表达欢迎。开落了吼，伊会当带动11000个工作机会。以后，阮后一代，或者是少年一代，因要食头路，就免再走到台北，免再到台中，免再到台南。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计划伫去年通过，按算要引进软体服务甲半导体产业。民进党的陈其迈即摆参选市长，画出脚步爱较紧。伊嘛参访日月光，希望业者会当增加投资。要求讲，阮行政院秘书长吼，甲咱农委会主委，就爱甲咱的无共的团体来协调吼，半度找出一个共存吼，大家共同存在，是讲双赢的策略。我希望会当保留，因为我感觉因为着想要饲这块地，知影就也要做标准的有机农场，其实饲地爱饲一段足大的时间，安尼着。失去掉啊，实在介可惜。你跟你拼电子业高用是不是？你会使，这不是咱的主力，会使一部分不是咱的主力。第二，你也要去工厂，你要甲这个环境爱共存哦。3个候选人都赞成有机农场甲园区会当共存，整个计划还未定案。这摆补选嘛，互大家有机会思考经济甲环保敢有双赢的做法。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镜头来新北市的金山区公所内底有一个约聘的劳工，伊负责做网络维护员，也就是人咧讲的小编。那亲像是做事做甲伤过忝头，煞找公司雄死去。死者的老爸讲，伊后生常常早早就出门，晚晚才回来。伊过身了后，才发现讲，伊后生一个月竟然加班70点钟。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编辑陈家辉。即期过路往生，13家属办告别式。伊老爸传电情书，伫公祭前提给新北市长郝友宜，希望调查清楚。他们是认为家伟是太胖了、生病了、怎么死了？其实家伟没有，对，太劳累了。但有时平常回来的时候，坐在椅子不到1秒钟就睡着了。陈家辉29岁，4年前入去区公所做约聘雇员工，一个人兼媒体组长。FB 的编辑、媒体联络人等几类职务，逐工自早到暗拢伫咧工作。包括金山区公所的 FB， 最近的大部分拢是新任的科长廖武辉参加各种的活动。8月初时，陈家辉又搁去廖武辉挂电话的活动，伫暗时6点外才破门。伊老爸讲，陈家辉本来打算要继续加班，暗时7点外有先登去做洗身躯，无想到讲伫咧已经倒来。出来人发现了，赶紧叫救护车，也是救不到。他那一天回来是蛮高兴的。他说：“爸爸妈妈，我洗澡洗好的时候，我要回区公所。我上来的时候一段时间怎么洗澡洗那么久？对，一进去门打不开的时候，他已经倒在椅子上。”陈家辉伫咧学生时期就正热心学校的事务，也捌做过北部大专院校简称北学联的干部。伫咧伊的告别式，就将在大科大动仓来送伊。
比较常跟嘉伟联系的人，确实嘉伟在赖啦或者一些叙述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工作量有稍微超过一点点。那我们也觉得他领的薪资有被调低。有伊的朋友质疑新北市府甲区公所，伫代志发生了想要甲伊压来，要求侯友宜一定要甲代志查清楚，或家属交代。从早上舆情一直到晚上，还有包含 po 文，还要跟活动，他几乎是365天全年无休啊！侯市长是有跟家属在我们面前都有保证说，这些资料呢都不会动。在整个工作流程里面，我们会依法来保存这些相关的资料。陈家辉是毋是有过劳？新北市民政局讲，陈家辉每个月加班的时数差不多70到80点钟，不过一边个员工无受劳基法7休1工时的规范。公务基层力量联盟等团体拢观察到，最近公部门首长孟宏华编辑自查教函拢地条条破文翕相，真忝。小编促使的这个背后要去检讨的是，这样子过度去包装跟网红化的行销，是不是会造成劳碌，结果甚至可能会过劳这个状况发生？新北市劳工局讲，陈家辉的工时有较悬，伊协助这个案件，向劳动部劳保局申请职业病认定。若是确认是因为过劳往生，劳保的死亡给付会增加10个月基数，补偿家属。不过家属是安尼希望，已经一个成家往生啊，不要再第2个、第3个、第4个的成家为来牺牲。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顶个月新北市卫生局是有一个姓林的查某员工行地路，伊伫便册顶头写讲，伊互顶一个头路姓廖的顶司利用款式甲伊抄打。受害者的家属昨开记者会，决定要告这个顶司。今年7月初3，就位新北市卫生局姓林的女员工跳楼自杀，伫 FB 写上清理。讲互已经结婚的姓廖的顶司性侵害强迫交访，希望用家己的性命，互大家知影真相。伫伊自杀1个月了后，家属第13开记者会，决定采取司法行动，告这个姓廖的男子，甲代志调查清楚，也念一张伤心的老母写互查某囝的批。看到瘦弱的你几乎粉身碎骨，碎裂的脸上还留着惊吓，这种痛真的很痛。身为亲哥哥的我，觉得非常的愧疚。我们要保护好我的妹妹，才会让她遇到这种事情。立庆基金会讲，林姓女子面对的是这场的权势性暴力，在司法的事务上对权势性侵正歹认定，无亲像看会到的暴力威胁。对加害者的行为正派估警，他可能会用是说，你是这个破坏家庭的一个第三者的一个立场。虽然这些被害人可能是成年人，可事实上是在权力的一个压迫下，他们的处境可能跟孩子也一样。不论是胜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可以查明真相，然后去理解这件事情还原经过的机会。当然，其实发生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说，其实卫生局做的同仁们都是非常难过不舍。在后续的部分，其实有协助家属非常多，一组的这个关怀。新北市卫生局讲，全力配合检方的约谈调查，实际靠廖姓男子手机全有因信箱无回应。网友伫 FB 发起无发声无代表无发声，也上传用手甲喙捂起的相片声援。公共政治平台要民众提案，修改刑法228条，利用权势性交，应该并列刑法222条，加重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关务署已经连续2天抓到进口的翠暗，不过顶头是印 Made in Taiwan。其实这翠暗拢是对中国来的，拢总有14万个。药师即马是提醒乡亲，买翠暗一定要注意爱细字。正港的 MIT Made in Taiwan 外盒仔包装顶头拢有咱政府许可证的字号。海关人员用刀仔甲包裹拆开，内底有红色、蓝色、黄色各种色水的翠暗，拢总用塑胶袋甲包咧。顶管写Made in Taiwan台湾制造的翠暗，其实这是为中国或者是香港来伪造产地的翠暗，最近大量引入来台湾。标示Made in Taiwan吃啊，疑似就是有虚标出事。财政部关务署最近加强稽查假翠暗，查才查到7350袋Made in Taiwan伪造产地的翠暗，11个查到315件，有133000袋翠暗，2天已经查到超过14万袋，全部拢是为中国或者是香港来的，疫情要小白体。翠暗加做防疫一定要有的物件，民众若要买翠暗，也是要会晓细字辨识。会先查再买，
比如说 PC Home 啊、乐天这种比较会让人家相信的网站去买。像我上网我都不敢买。对啊，你上网你买到大陆的话，你怎么办？关务署表示，非医疗用的喙安嘛要依法标示产地，要若进口医疗用的喙安，就要向食药署申请输入的许可证。药署表示，假的喙安是真恶用目睭来区别，而且无医疗用的喙安的保护能力，恐惊会造成防疫的空隙。在临床上的一个抽验，大陆制的口罩，它的这个等于说是BFP， 等于说它的过滤率可能只有10%，并没有办法预防这个病毒跟细菌的一个过滤，搞不好连布口罩的效果都没有。医疗用的喙安是属于医疗器材，若要卖，就要摕到卫生局核发的贩卖药商许可执照。药师提醒民众，若要买喙安的时阵，应该要注意包装敢是有完整，包装顶悬敢有厂商的资讯，许可证的字号嘛要写甲一清二楚，避免去买到仿的假喙安。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3间中医诊所违法用禁药红银珠，到当为止已经有超过20个人中毒。台中市政府讲，受害者的人数已经达到会当拍团体诉讼啊，所以协调小机会来帮助受害者。台中市政议长张丰仁一个火啊4个人严重毒的案件，还阁继续伫咧探。到8月10日为止，去病院检查的人数拢总有195个人，会内底验超标的人数有21个人。他是自费药丸。他自己还没去验，他就想说先验这个药这样子。台中汉药严重毒的案件，互民众是真惊吓，不少民众对汉药开始产生疑虑。我在那边吃这个药吃很久了，我担心会有最近爆发的这些问题啊，我会去做抽血检查，再看看结果了。台中市政府表示，会持续追踪后手的情形。台中市法制局表示，会协调小机会协助受害的民众。向提供药材的兴隆药业，也有盛同、救护等等的中医诊所提起团体诉讼。团体诉讼求偿的范围是包含他的医药费，还有他如果有工作因此住院不能工作的损失，相关的中毒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有精神慰抚金的损害赔偿也可以提出。我绝不使用禁药。台中中医诊所违法使用禁药，严重影响到中医的形象。下晡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讲要打击不法医师甲药商的立场，嘛宣布会招全国22个县市的中医师工会共同签署用药安全自律公约。卫生主管机关加强查缉，才能够让民众用药更安心。也会成立跟国家中药研究所成立一个咨询的平台，用药的安全疑虑上有问题，也欢迎来电，我们会做很详细的一个解释。为了宣示中医界保卫用药安全的决心，中医师工会全联会嘛甲消基会签约。若是民众对使用当中的药粉有疑虑，检验的费用，中医师工会全联会会负担一半。希望全民做伙来监督汉药的安全，甲民众对中医的信任搁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咱的航港局嘛赶紧去清查港口，发觉台中港、高雄港、甲基隆港嘛拢有放硝酸铵。台中市政府航港局甲台中港务分公司13舰队万海、中营甲联华气体公司做台中港区硝酸铵的联合督导。港务公司针对全国的港口做总清点，到8月初6为止的统计，基隆港有11个货柜，台中港有28个，高雄港14个。不过，台中港务分公司的数字却一直变来变去，原本讲12尾暗已经全部载出去啊。不过13个联合督导，阁发现万海也有20个硝酸铵的货柜。万海的柜场里面有20个柜子，那其中有9个柜子在今天会运离港区，入夜以后应该是还有11个柜子在万海的柜区。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除了这20个货柜以外，其他放货柜的所在是无放硝酸铵的。不过，针对这20个货柜是当时入港的，却无法度掌握。港务局表示，硝酸铵一定要放伫特定的区域，港务公司应该要确实掌握相关的资讯。储放量，你就是看它的储放区专区一定要划设，它如果专区它的区域足够大，它就可以放足够的量。参与联合督导的台中市副市长陈子敬，针对台中港务分公司对港区硝酸铵的数量无法度掌握的代志，伊讲伊是相信因的专业度。一直都在变动，也不是说替公司有做什么特别的这个什么，保证怎么样的。但是以刚刚所看到的，我们是觉得可以让市民放心了。
硝酸铵到底敢有安全？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硝酸铵本身虽然是较安定的，温度170度的时阵会扬起，不过产生的笑气会有大规模脱烧的风险。硝酸铵遇到热会分解嘛，笑气也算是有点算是一种助燃性的一个气体，燃烧的状况会特别猛烈这样。港务公司表示，硝酸铵不是商港法规范的，24点钟内爱离开港口有危险的物件。法规顶悬并无规定爱限制时间离开港口，不过未来逐工拢会甲业者做数量的清点甲汇报，嘛落实各区硝酸铵数量的管理，避免业者软规定的空棚超量放硝酸铵。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后壁区八江溪南边的爆花，有饲鸡业者要去鸡屎场，当地民众认为安尼会臭味臭毛毛影响生活，所以昨昏出面抗议。我叫伊讲着听，我有规个修改。啊，就咱咱卖去就好啊，拢卖就卖经验就好啊。饲鸡场的业者甲民众咧对峙，强调讲袂影响到因的权益。不过当地民众却是愈讲愈激动，业者伫咧后壁区八江溪南平宝华边起鸡屎场来处理因饲鸡场的鸡屎。不过当地民众认为讲，若是真正起落，会影响到当地民众生活的品质。伊即马有牛屎、猪屎，拢会四方八达拢会来啊。啊，是毋是会影响到这生活品质？迄空气够歹呢？这暗时啊，定到咧坐吼，规拢臭甲个呢。阮是担心伊这段处理过程会臭会飘散甲阮庄内。伊这上近离阮都400-500公尺。后壁真有名的无美乐社区，现在有观光客来遮佚佗，农村的观光是渐渐愈来愈发展。不过，即卖业者要伫咧离无美乐社区500公尺远的所在起鸡屎场，加上已经合法申请，民众是真烦恼。13招要100个人去现场举布条抗议，要求爱停止起鸡屎场。透过环保、地政、公务等单位的会办审查，才去做一个容许使用的核发。农业局将持续督促业者应尽到与地方沟通，跟地方做一个友善环境的一个互动。虽然业者强调讲，未收猪甲鸭其他的排泄物来工厂处理，嘛透过技术减少鸡屎的臭味。不过，民众是无法度接受，要求台南市政府应该提供公有的农牧用地来使用，若无会抗议到底。尾手农业局答应讲，会严格监督业者，而且会甲当地沟通了后，民众才离开，抗议的活动才和平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林务局的统计，只是2档通报去救野生动物的案件比5档前加2倍。那这5年来所救的野生动物已经超过500只。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是野原动物保育协会做大同县地上乡大同牧野度假村的空间成立的，这个周末就要开始营运。野原协会表示，东部地区陆续野生动物真丰富，不过甲人类生活区域定塔性真悬，野生动物受伤的频率也真悬。若是受伤，爱送到屏东或者是台北治疗，死亡风险比西部悬出真济。即马成立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花东2县的受伤野生动物都免送去外地治疗，不过目前只有2名兽医甲2名保育人员，医疗资源拢靠各界管来物资甲自手机器，虽然已经达到急救短线治疗顶级，不过医疗设备甲人力拢要搁增加。除非真的数量过多，然后我们有人力上的缺乏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需要请求其他单位协助这样。我们比较需要的是 X 光的设备，或是比较高阶的，像超音波，我们可以做更仔细、更好的医疗。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评估，目前物资甲运作所需要经费，可能甲因支持到10月，希望各界应帮站。另外，治疗了后的动物野防训练场也需要真大空间。台东林业处已经同意提供今年2月启用的龙泉训练场，予救伤中心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当地举办展览，讲出发生伫1952年的6区事件这段历史。一张的图画来讲出对阿公的记忆，同时嘛是6区事件的经过。他们上来，听说啦，上来是挨家挨户都有卫兵，都是守着，要出入都是需要登记的。6区事件是白色恐怖初期台湾上大的一件政治案，当初无经过详细调查，政府就用公权力将人抓起来。那红抓起来人上济，尤其佫牵涉到全家会。我们家族的话，受这个事件的影响就
比较少亲戚朋友，所以大家对我们避而远之。所以以前小时候啊，觉得家里面的亲戚很少，朋友很少。1952年，潘炳辉雄雄失踪。1960年，佮雄雄回厝来。潘炳辉变甲无爱讲话，这8冬的时间，无人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孙仔潘世贤后来看相关的记录，才理解阿公的身躯顶有什么款的历史伤痕。用政治受难者第3代的视角来讲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的呈现，再搭配高登力老师这个丰富精彩的这个图画其实可以非常生动的让大家用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压力的来认识自己在地的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互民众理解当初判决经过，也毋过落曲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其实真侪国家档案、历史资料拢无公开。都说落曲事件展出，用人甲人的关系来思考过去发生伫这块土地历史，嘛感受大时代下底的社会气氛。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去年8月13发生火灾，甲有人身故的赌场烧了了。经过一冬的募款甲重建，差不多已经拢起好势啊。有人身故嘛推出新的作品《这天》，感谢上天，嘛替世界祈福。为古典文献研究动作配合音乐甲节奏编排，鼓舞祭天仪式，这是友人新故上新作品《祭天》。去年8月13，一场大火烧掉友人新故老泉山剧场。这段期间，团队经由文化部紧急救难经费协助，佮发起募资重建这计划。结果今年佮拄到肺炎疫情。一场大火已经把友人就是忙碌的行程给烧毁了家，那现在呢又来了一个疫情，我这一生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在从事自己有兴趣的这个梦想，难道它是人类在出现困顿的时候最不需要的？在遇到人们困顿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相庭打击，互大家重新思考人甲自然的关系。过去半年以来，学甲山林共生以自然方式重建，目前除了主要白电场建筑，也佮设计阶段以外，其他大部分拢完工。就连伫大火中烧害东螺、甲气、牛条、药新的生命。铜锣的部分也都是我们这次的残片，骨质里面的这个笔画里面的一部分。运美术馆的那个位置是旧的烧掉的排练场，铁皮那些枕木，我们是搬过来搬过去，又舍不得丢。祭天这个作品不是一个表演而已，它其实是一个真正在祈福的仪式，是要为世界祈福，但同时也是为自己找活路。虽然火灾甲疫情对表演艺术带来严重伤害，不过无法度阻止友人继续创作。希望用这天为世界祈福，佮邀请民众来欣赏演出，来见证友人的在后重生之路。记者综合报道。高火烧佮超高龄化日本即马劳动力欠缺，部分的企业开始留着有经验的老员工，就是讲伫政府按因退休的年纪了后，互因佮继续上班，会当做到80岁。其实这对企业员工甲人客来讲是一款3赢的安排。安怎讲？咱来去日本看卖。佐藤忠先生是东京南部停车市这间家电卖场的员工，真负责一直切家电馆的商品搬货部，看不出已经72岁。思ってなかったですね。自分たちが想像してた72歳というのはもっと老けた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すけど、今自分がなってみると決してもう気持ちは50代という。伊毋是单一个限，伊所工作连锁卖场目前差不多100名，年岁超过65岁员工。最近公司阁决定要互下卡3000名员工，上久因工作到80岁，比日本政府为明年起退休年岁延到70岁规定，超前部署10年。お客様もやっぱり年配の方ってたくさん野島いらっしゃるので、もちろん若いスタッフもいますけれども、自分と同じぐらいの年齢で丁寧に接客してもらえたら多分お客様にとっても
非常にい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ね。这间卖场看重是驻青员工丰富工作经验，加真好的带起技巧。组团长也希望家己真侪年来工作心得，加少年员工分享，同时对着时代脚步，让家己保持少年。根据这间卖场的政策，65岁以上员工以每年重新签约方式撤乡。业者也进一步推出新的措施，照顾因的健康需求。日本是全球高龄化上严重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2成8。在欠劳动力的情形之下，延后退休已经正做一种趋势。记者综合报道。波音747飞行机红叫做空中女王，英国航空有上届坐者，资本讲是2024年才要换掉，不过即马是按算要提早伫今年拢要换新。全球第一架波音747伫1970年1月加入当时的环美航空，是全球第一个双层客舱双走道的公体客机，也是第一种被叫做巨无霸的民航机，因为载客量超过400人，和坐飞行机旅游更较普遍。伊上大对手欧洲空中巴士集团10几年前为抗衡波音747推出体型更较大、载客量更较侪 A380，正做热门话题。不过产业环境已经慢慢改变，波音公司推出载客量较少、营运成本较低、同款营飞长程航线的777加787系列，也将重心锁往更顶级的 A350身上，注定巨无霸客机爱行落舞台命运。波音公司虽然低调到连对内部的员工拢无告知，不过彭博社这的财经媒体也是为上新的财务报告研发出。彭博社报道指出，为2016年开始，波音每做一架747就了4000万美金。投资42亿美金开发的上新款，市场反应并无好。最后一只差不多2年后出厂，也就是讲，这曾经称霸航空市场的女王，就要退出生产线。目前全球有上多波音747的英国航空，原本按算2024年才要完成换新的，一场向来武汉肺炎疫情，和航空业载客量落个上低，按算上紧，伫2023年才有办法复原，也和英航决定提前伫今年底进前，将31架波音747全部由其他机型取代。外电引用业者的讲法指出，波音747虽然是物新负当真，不过伊是顶一世代的产物，新科技和新的机型更较省成本，加上未来几年载客量依然也是增加状态，提前淘汰燃料消耗偏高的波音747，英航不是第一间，也未是最后一间。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来关心为着要保护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欧洲国家捷克开5年的时间，伫军事基地引进真侪强要绝种的大型动物甲食物来做保育的计划。远远的迄阵牛，甲头前的即阵马，头咧咧咧食草，因的生活看起来是不哩啊轻盈。为着保护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甲物种的生态，欧洲国家捷克伫咧布拉格东北边35公里一个旧的军事基地建立野生动物的生活乐园。Tak to území začalo zarůstat agresivními druhy tráv a náletovými křovinami a vlastně ty odsud postupně vytlačovaly ty vzácné organismy, ať už jsou to různé vzácné květiny nebo na ně vázané potom živočišné druhy, především třeba motýly. 这个旧的军事基地是从苏联入侵的时阵建立的，旧苏联军队退出了后，这个基地就拍远啊。为着要好好利用这个空间，当局5年前开始，就直接引进为波兰、英国、甲荷兰的野牛、野马、甲牛羚等等真侪强要绝种的动物。Divokých koní s těmi divokými tury dává ten nejlepší výsledek, to znamená vytváří tu pestrou krajinnou mozaiku, která vlastně v Evropě na většině území ustupuje. 这个包括食物甲动物的保育计划，伫咧有自然的水源甲食食的环境之下，嘛伫咧这篇计划第2年开始，豆豆看到效果，亲像是较罕见的龙胆，已经开始出现伫这片草坡啊。因若这种蝴蝶或者白眼秆灰蝶，是1967年以来头一摆出现伫咧这片野生园区。目前规个保育区有25只伫咧2008年开始，用杂交的方式培育的古代牛羚，另外有27只欧洲野牛甲70只野马。当局伫咧今年年底，甲保育区扩大1/3，达到360公顷，拓展保育原始生态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咱在台湾天气也是真烧热。
温度方面，高温伫32度到35度，伫大台北有可能会冲破36度。若伫西半部过到了后有西北雨，而且落雨的范围会较宽，可能会落到暗时，爱细日上大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请顺心，明日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我是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大节礼俗，主题就是大节。乖哦，大节汉字写做大节。罗马字写做多乌多，子下节，多第7条，节第3条。出世就是婴仔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仔转财。咔嚓！啊！红婴仔出世3天叫做3雕。即天爱请捡囝某，也就是产婆来处理，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互囡仔大汉有胆有勇气。了后拜神灵拜床母，甲红婴仔号名。妈妈甲红婴仔洗落来了后，爱做月来，等1个月到。叫做满月，满月时亲情会来做满月，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操做4月日的礼俗，开操就是婴仔开始食肉。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烂，互婴仔咬大汉。哎呀，阿嬷食一个啊，好食好咯，大节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即天会甲婴仔做大节。落土时8字命，意思是讲大家人的命运好歹，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不过，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爱拼才会赢。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8字命，家己的命运家己拍拼。阁有一句俗语讲查某囝嫁娘嘞转财，娘嘞就是妈妈。查某囝嫁有生产经验的妈妈，安怎转财？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六大节转财。
做胆，做月内收烂，落土时8字命。查某囝嫁娘咧当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哦，乖吼，阿嬷笑来，阿嬷抱吼，嘿，抱起来啊，抱起来啊！